各位浅浅，大家晚安，大家拢爱困啊。我们今天晚上咱破写看到，敢若讲到真侪烦恼啊。这个烦恼呢，后壁就是配合着大智慧啦。因为没有般若，没有大智慧，有当时咱在讲将这烦恼给化掉，给转化掉，是很困难的，讲会较紧。真正是很困难，所以或许看这篇了后，或许是安尼想是唔知敢对啦。如果呢，咱若是没有那一种功夫，因为咱听咱迄个经理咧说，迄个田仁师说过嘛，一定拢讲到迄个啥，没有二元对立，拢已经真正是讲入咱道的这个中心里面。但是对一般的同修，伊敢有法度人一头跳到安尼，所以咱好学习，感觉讲会解分做两段。第一段就是讲如何，咱常听到讲，咱有三种的法则嘛，透过文字般若，搁叫安怎观照般若，实相般若。但是呢，这三项的法则，就是变成咱咧讲的三项嘛。文思修嘛，文字透过文字发展，也就是讲像咱安尼听咱善知识，甲咱讲解，咱读书当中互咱听闻嘛，那么呢，观照发展书，其实若单听的，你等于无搁用心甲伊想，听的是无效的啦，因为干若要听，咱嘛拢听过60年啊。如果咱若是无透过思维，若无搁透过实修，其实拢是伫遐讲空话尔。所以呢，透过听闻是要互咱听闻佛法，是要互咱了解咱的烦恼。像讲咱的五毒，咱的烦恼对对来，就是咱的五毒贪嗔。贪嗔痴慢疑啊，就是透过这来的啊，透过这来，每一个人无共，画骹亲闻心较重，画骹慢慢的，画啥？画着较迄个贪念较重的，所以是听闻佛法是讲要互咱了解家己的毛病烦恼伫倒一个尔。那么爱透过咱的思维，透过咱听佛法的这个思维，咱才有法度通好了看出家己的毛病伫倒一个，找出对治，要安怎对治咱的烦恼。你像讲，或者以前读册，我嘛感觉讲我足傲慢啦，当然叫的时阵，也是好像一副很高尚的样子安尼啊。这就是我们，但是咱知影，若安尼以后，咱着爱针对家己的迄个有问题的所在来做修正。若安尼，第二的思维的这个行为的这个咱就是要对治烦恼。等到咱进入修的时阵就是要安怎？进入修的时阵，就是要甲根除啊。甲迄个烦恼的根源，甲伊根除掉嘛。所以后壁若有法度通去进修，咱较拄仔讲前段标后段，若后段，咱会当提升着咱的啥？提升咱的迄个心境，若有提升，即使是考题遇到考题，你嘛会感觉讲这是必经的过程。因为你的心境一定有透过三学，才一定有咧提升啊。你若有提升，自然咱就讲这是必经的过程，会
也是类似的因缘而来啊。哦，因为你就很清楚，这是想啊，你想得起的，你一定爱去面对。哦，你一定爱去面对。所以你面对，就是看咱的智慧发济啊。哦，所以呢，如果咱也会当安尼自然呢，咱就会当安怎快乐自在。毋是等到目睭闭落，转去啊，但是咧解脱。哦，啊，若无的话，你都较拄仔讲的迄个录音，啊，都拢相似啊，有当时啊目睭看着，就生出烦恼的心。耳仔听着，有个人上来讲我安怎，所以我们就这个烦恼吼，啊，无快乐的心，就是相继而来。啊，你若是家己当做这个跟我成佛。修行都拢无关系，安尼就是咱的心境已经有提升啊。哦，或者是感觉讲哦，因人讲的拢总是差不多咧讲两智慧，啊，搁加烦恼。啊，但是现在咱来讲来讲，上天互咱正常进的人是爱到82岁啊。啊，为什么太要看到82岁是足少的？啊，因为活泼的人要修行，要成道是很困难的。咱真正修行是足困难的。为什么科技发展？啊，迄个网络嘛，做媒体嘛，做广泛的。所以咱安怎啊，这当中所种的经济太济啊。哦，一项来啊，种去，两项来啊，种去。八都伫遐种势，以前毋知影所种去的，都伫遐八个去的。啊，结果咱若搁一直家种落，咱是要等到偌久才程度会了。哦，所以这个是要透过自己，家己有迄个业力，哦，啊，家己有迄个智慧，哦，感谢慈悲。是，我们处长然后主义但这个分享，那当然以修行学道，要透过了伫学习的内底，会当了解、觉察，觉察。那么觉察着家己，会当为咱家己无好的所在来做一个调整甲改变。咱若无法度觉察的，当然都有困难，有困难。那当然知，咱讲嘛是爱理行合一啦，安尼呢，咱会当达到究竟圆满。若无干那知，无做，无去改变的，其实嘛是空谈啦吼。那当然，或许是这是伊或是家己的心境啦，要会当达到所讲的圆满呢，当然或许真的空间很大，空间很大，要安怎会当真正呢？照着迄个学中做学，慢慢照着道理呢。会当开启家己的智慧，要安怎落实伫行的内底，这是或许呢，真正缺乏的那一种的意见，当然，咱较久仔讲当然咱以后要修学道咧，除非咱嘛是一定爱食一贴药就对啦，爱食一贴药。因为无食一贴药，你会当圆满，究竟是困难的。所以讲呢，咱大家做伙来讲，相互提携，相互勉励，希望大家互大家有机会，希望大家互大家有空间呐，安尼呢，咱会当相辅相成。因为伫世间呢，无
无迄种缘分的人，当然咱互相鼓励啦，嘛应苛求啦，嘛应苛求，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互勉互礼互挽互救，借着协修讲办大家同修大德那会当安尼达到最后的会当究竟圆满，安尼或许是感觉讲嘛是咱今仔日一世人伫道场呢伊真正的宗旨，就是伫即个所在，也就是讲伫修行内底，无论讲伫处事，无论讲伫个人的维修，拢总是爱经过时间的历练，爱有伫即个地义的内心要有真理的洗涤，安尼慢慢的，你内在的那一种契合，慢慢啊会当圆满。当然，落在事内底呢，嘛是爱有时间的淬炼，练啊会当契合。当然，因为安怎讲呢？伫咱互相处事的当中呢，难免就是会有看法的无共，看法的无共呢，得咱用时间，慢慢啊去磨合，慢慢啊去圆满。你若无有时间，你讲要安怎一步去改变，其实或许感觉讲这个就是一个难点，因为咱大家拢总是来到道中呢，修道的人，毋是伫学校就学啦，所以讲呢，咱大家爱把这个时间甲空间呢，甲伊拉长，一定要去拉长，所以我嘛来感觉讲，当然伫咱个人生活来讲起来，成全的工作是一件很大的工程。这就是讲要有时间，大家不断去付出，才会当去得到成果。所以讲伫修行学道咧，是要安怎讲会当达到自理至善，应该这是咱大家来到道中共同的一个目标。安尼一世人咧，较袂讲白白来到这个所在，安尼会当圆满啦。迄个礼拜个聚会班嘛，真正的主义感，无。所以，伊遐无签，可能是迄个啥家己遐迄个维修要传回来，有确定无是甲这大家确定无，甲较较确定。是啦，确定是款倒啦，无好势讲是伊的啦，咱是无关系。有啊。就是咱咧上台，你上台，我就若要点到，我去铺这个位不要紧啦，就讲真有确定无确定对啦，当然爱确定啦款倒的问题嘛，款倒的问题尔安尼人才是拢应该比较 OK 啦，家己拢较 OK 啦嘛希望就是讲家己的安尼咧，就大家看有无，若有嘛会当。利用即天呢，会当验到啦因为伫咱今年来讲起来，当然搁伫年初的时阵我今仔日先简单看嘛，你若若无你看股票嘛，无要紧你若拄好有人客来去请。好啦一定去抽这时间啦所以尽量啦抽一看卖啊啦当然会当有点是上好啦
安尼吼，才会当达到究竟圆满啊。有必要。肯定啊，若有就尽量安排啊，因为看好啦，因为我看啊，那联络吼，真的就是看好吼。是啦，因为朱文因大姊小妹吼，有啦，咱应该都有真爱啦。因为迄小妹吼，就是子宫肿瘤啦，了伊即摆就是无咧上班。所以即阵来带动即个很好管。是啦，因为其实因个有啦，他们还有空间。对啊。有过去有多间，但是应该有空间。不要紧啦，这个机会好好交伊互动。互动哦，过去就过去，从现在开始都还没办啦吼。有啦，亲戚啊，交伊互动哦，真的他会迄个讲尽心尽力啦，可惜就是爱带你行尔嘛。伊头拄讲过，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因为咱大家在这都是推手啦，推手。咱今日到这。最后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道义同在，以上感恩。人道一公，君道一公。1:3，相加母亲分公，前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感谢主慈悲一公，君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感谢主慈悲一公，一起持价，相加母亲3一公，前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持价1公。持价不减一公，送价1公，君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持价1公，持价不减1公，送价1公。